次听到你的笑声，我就很喜欢你。可是我不能说，因为我从小就不能说真话。我的母亲走了以后，就没有人抱过我。我现在求求你抱抱我。有你这句话，我倒没白来。小雨，吹小的，别跑，小雨，你别跑。醒过来吧，你的梦该做完了。这不是梦。到明天你活过来，你会恨我一辈子。我萧雨绝不是什么好人，但不会趁人之危。我走了，到明天太阳升起来，邦正军，你就是一个新人。你是恶鬼，你拯救了我，又离弃我。不错，我就是恶鬼。我恨你，我恨你一辈子。别恨我，恨我的人都是我的奴隶。到明天你活过来，再来找我，我不会放手的。留着吧，夜正长。他肯定能活过100岁。郑军，郑军，你醒醒啊！郑军，你没事吧？我给你带了吃的和水。郑军，你不要抛下阿元不管啊！你没事吧？我
我给你带了吃的和水，你赶快吃一点吧，好不好？阿元，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也被关起来了？没有，你看，是公孙夫人让我来的。公孙夫人问清楚了情况，责备了那些色夫，说不定过2天，他们就会把你放了的。这个你拿好。真的吗？郑君，那天我那么狠狠地打你，你不疼吧？姐妹之间怎么会计较这些呢？我错了。哦，对了，郑君，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现阿瑶半夜里出去给元儿烧翻柴，而且还念念有词，说什么让元儿不要缠着他，说他对不起元儿。我怀疑阿瑶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说不定元儿就是被阿瑶给害死的。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绝放不了他。阿元，你这脾气怎么还是这么急啊？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对了，我的箫呢？箫？郑君啊，这么好看的箫哪来的？你这命可真算够大的呀！愣关在监牢里15天，你活着出来了。本官在府上待了几十年，头一回遇见。命硬也未必是好事，今后啊，还有你受的呢。奴婢一定记住公公的警示。公孙夫人让你去永相令报个到，换身衣裳，也体面体面，啊？是。你了呢，我害怕他们把你给活吞了。郑君，你的生命力真是让人既害怕又敬佩。宫里面多少人都说，经过报试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来，你真是一个例外啊。我们5个姐妹当中，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离开了。人跟人之间相交，贵在交心。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郑君啊，我好想你啊！哎，你快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太子驾到！我看着太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司马良娣，疼吗？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毫不掩饰他的温柔。他们那周身养丽的幸福，闪闪发光的面庞，让我目瞪口呆。年轻的心
膨胀得像要爆炸一样，我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因为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今日是你的生辰，你有什么心愿尽管提，只要是本王能做到的，一定会满足你。我只希望年年能与殿下一起共度生辰。那本王就与你许下一个100年之约，这辈子你每一个生辰我都陪你度过，下一辈子你每一个生辰本王也都与你相伴，从垂髫、豆蔻、弱冠到耄耋，你说好不好？殿下能得到殿下如此的厚爱，妾也不枉此生了。只可惜妾的身体一向是羸弱多病，说不定无福消受。不要这么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啊。好。这份极品是谁送的？包裹得如此精巧。司马良娣是壬子年出生肖鼠，眼前这份极品的恶毒寓意不言自明，这便是女人之间的争斗，敌人永远潜伏在暗处，发动最阴险的攻击。殿下，妾这就要走了，再也不能陪在殿下身边了。不，你不能走，你答应过我，会永远陪伴着我的，你不能违背咱们的誓言。殿下的身边还有一大批的两弟和孺子，失去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我谁都不想要，我也谁都不想见，我只想跟你在一起，厮守一生。我从一出生就被封为太子，可我连自己的生身母亲都没有见过。自从见到你以后，我就完全的爱上了你。以前我是个没有灵魂的人，如果现在你也走了，这个世上我不就又成了孤单的人了吗？殿下，你再抱抱我好吗？殿下的怀抱真温暖，只想再多躺一会儿。我舍不得把这个怀抱让给别人。殿下，在我死后，再也不要出席其他的两弟和孺子。我答应。司马良娣想用死前哀怨的吻封住太子年轻的心扉，可惜他忘了，坐在帝王宝座上的男人，他的心永远不会只属于一个女人。要变天了，这春光明媚的，哪有要变天的意思？我指的不是天气，司马良娣一病没，后宫怕是要有一番动荡了。这样一来，夫人们都要把自家人送给太子，可就免不了一场明争暗斗了。最吃力的还是皇后殿下，没有人比她更担心太子。
只是太子外表柔韧，内心倔强，太后的劝未必肯听。太子终归不是皇后殿下亲生的，他们能融洽相处就已经不错了。人的生命来之不易，就算活得再辛苦，也绝对不能够放弃啊！哎呦，哪来的鬼孩子？我哪是要死啊！我的木屐掉进去了，你看我的脚。恕奴婢冒昧，请让奴婢帮夫人把木屐捞上来。可是夫人，你怎么会把木屐掉到井里面去呢？是他自己非要掉进去的，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是我非要把它扔进去不成吗？哎呀，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快点儿，找到没有啊？马上就好了。哎呀，哎呀，好了。给，夫人，我帮您把木屐给穿上吧。好，好了。哎呦，怎么了，夫人？都是你刚才把我推倒的时候把我脚扭了。我帮夫人来揉一揉吧。哎呀，你呀，看你长了一副机灵样子，我还以为你很聪明呢。你怎么只会向人认错呀？行了，不用揉了，背我回去吧。是。你知道我是谁吗？奴婢没有见过夫人。那你为什么乖乖的听我的吩咐啊？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夫人很亲切，像母亲一样。如果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也愿意背着她走，无论走多远，我都愿意。哎呦，对不起，夫人，都怪奴婢不小心。算了算了，我看你也背不动我，扶我走吧。是。这个司马良娣呀，死的可真是时候。我见过他几次，区一个良娣就轻狂跋扈的不成样子，谁都不放在眼里。听说啊，他是被诅咒而死，这就叫做自作自受。这会儿的后宫八区啊，一定很热闹。谁要是在这个时候博得了太子妃之位，那就等于掌握了太子。只要在太子的身边安插了自己的心腹，要控制他也就易如反掌了。哎呀，夫人，琼儿舍不得离开你。不过，如果是为了夫人的话，琼儿愿意牺牲自己的美色去拉拢太子。你？就你这样去给太子提鞋，还嫌次呢。一管洞箫在你口中，便如王褒的赋中所描绘。铜壁慷慨，义和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此君，你在音律方面的造诣果然深厚。殿下过奖。其实殿下的心并不在此，再美妙的乐曲对殿下来说也都毫无意义。殿下不要太过感伤了吧，还是及早从思念当中解放出来。说忘记就能忘记吗？女人就像鲜花，凋零之后就可以再采摘下一朵。
我想你一定是没有遇见过让你真正喜爱的女人。殿下认为，什么样的感情才叫做爱？对于我来说，本王的良娣就是这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女子。你也吃啊？阿瑶，你打算一直不和我们说话吗？见到我就闭嘴的人是你们，不是我吧？阿瑶，既然我们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姐妹，为什么每天都要像陌生人一样板着脸面对面呢？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儿做的不好，让你们合着伙的不理我？怎么，你们希望我哭着跪在地上，求你们跟我和好如初吗？那种行为，我办不到。阿瑶，不管之前发生什么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5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我希望我们不要像宫里的夫人那样勾心斗角，互相仇视。我们5个人永远都是好姐妹，你一定要记住。阿瑶。留着吧，爹正常。往哪儿去啊？果然是。何以知道我住在这儿呢？还没漱口呢。我的头发是不是乱得跟狗尾巴草似的？回话呀，像不像？像菖蒲。下次别不知会一声就来了。我这模样只适合我娘看，太窝囊了。不窝囊啊，倒还是个新发饰呢。来找我做什么呀？我是来还你萧的。这是我的吗？您忘了吗？这是
上次在报事的时候，您送给我的。啊，想起来了，留着吧。送给你的就是你的了。郑君不通乐理，摆在这里也只是一个物件。时间久了，它就有灵性了。我看还是物归原主的好。这是把破箫，我留着它也不会再用了。原来是破东西，您才送给我的。哼，不高兴了？我告诉你，我萧逸的破东西都算是个宝。不信啊，拿着东西到集市上去打听打听。郑君哪敢造次？这箫还救了我的命呢。它虽是个宝，可也不至于那么神奇啊。不管怎么说，冒昧来访，是来向您表示感谢的。拿什么道谢？郑君什么也没有，一粒谷子都没有。郑君还没有俸禄。得了，把你送给我不就行了？咱不是有缘在先，你活过来如果再来找我，那就是……您别误会，您是我的恩公。我明白了，好歹需要点时间。走，咱们上民渠看风筝去。看来我得告辞了。那不是太扫兴了吗？看见的鸟儿，却往林子里飞。那如若您把眼睛蒙上，那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奉皇后殿下诏命，从今日开始，由宫廷画师为永相所有家人子绘制肖像，之后交于太子挑选，被选出来的可以直接觐见太子，然后再从中选出太子妃。这是每一个人展现自己美丽和才艺的机会，也可能是你们毕生唯一的机会。要如何把握，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可是这么多人，谁知道能不能选上我们呢？怎么会选不上呢？就凭我，就凭我们大家啊！你看，这个倾城倾国的容貌，婀娜多姿的身段，还有攻魂摄魄的眼神，怎么能选不上呢？你忘了吗？那个女巫说过，咱们5个当中肯定有一个是皇后。你觉得会不会是我啊？周公公，我已经请求皇上让你参与选妃的事，你可在必要之时助我一臂之力？奴才一切听从夫人的差遣。眼下后宫8区都在摩拳擦掌，为了争夺太子妃之位做好准备。皇后那边有什么动静啊？没有任何动静，奴才也猜不透皇后的心思。这个老太婆绝不会守株待兔的，说不定啊，心里早已经盘算好了对策。夫人手上是否有物色好的人选？唉，可惜呀，我这娘家人丁单薄，一时还选不出什么出色的姑娘。好在还有时间，总会找到合适的人选。无论如何，这个太子妃的位置必须得由我的人来做。是。
你们都给我仔细的听好了，这些绸缎纱料、丝线饰品，样样都是太后亲自挑选出来的，也是为了太子妃成婚之时做礼服之用。你们要精心的制作，要是出了差错，你们谁也担当不起。走。谁要是能穿上这件礼服，死了都值了。就是哎，做什么梦呢你？我们可是来做礼服的，你就别想穿着礼服了。哎，谁说我们之间没有人能够穿上这件礼服啊？那到底谁能穿上这件礼服啊？啊，可能是阿瑶吧。阿瑶？我看是郑钧吧，也可能是冯源呢。啊！我也觉得应该是我。我看啊，最不爱说话的人，没准最能选上了。对，昭君，别瞎说，我才不稀罕呢。哎，昭君，你真的不想吗？没想到你这么胆小。你怎么来的？走来的呀。乐师大人，这是晒场，不是你的乐事。哪里都是我的乐事，韵律是无处不在的。你瞧，风来了，这是韵律；裙裾飘起来了，这是韵律；叶子掉下来了，这是韵律；沙子扬起来了，这是韵律；鸟儿啁啾是韵律，湖里的水沸腾也是韵律。行了，我不懂什么是韵律，我只知道把手里的活干完。瞧，你赌气的时候说话也是韵律。你赶紧离开这里吧，要是让别的家人子看到了，会嚼舌头的。由他们说去吧，我萧玉还怕青玉蒙尘吗？可是我怕呀。那么，你跟我到一个地方。好了，律师大人，您是太子的宠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家人子，还有10筐衣服在等着我伺候呢。答应我一个请求，我就走。好吧，你说吧。黄昏时分，咱们在明渠桥上会。家人子黄昏时候是严禁外出的。狡兔3窟啊！我不是兔子，而且我不会跟你赴约的。女人真是无从琢磨呀。怎么在报事那会儿对我……好了，请你不要再说了，给我点尊重好吗？我只是有话直说啊，又不是子虚乌有。那时候我不清醒，所以我待你清醒之后才……好了，请你离开这里好吗？女人要说3次以上不去才算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成，我算是见识过女人的狠了。你来不来非我所能察，但黄昏时分我一定在明渠桥上等你。即使天崩地裂，海枯石烂，此即尾声之约。告辞。哎，尾生是谁啊？怎么样？我来。哎呀，这是什么天气啊？我进宫以来还是头一回呢。郑钧，你在想什么呢？没有啊。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来，我来。看我，昭君，你是5个姐妹当中最有学问的。我问你，给我。你知道谁是尾生吗？你是说尾生之约吗？尾生呢是一个男人，前10人。有一回，他约他的情人在桥上会面，谁料水爆至，情人还没有到，他一直不走，最后抱着一根木梁子淹死在桥上。那他的情人多狠心呢？你为什么不说
是尾生他太傻了呢？值得吗？哎，你不会也是有尾生之约的吧？哪里？我只是来问问而已。哪一个女孩子不希望一辈子有一个尾生作伴？看样子我就不是一个女人。不好了！快来人呐！郑君，你去哪里啊？哎，千万不要告诉卓公公我出去了啊！他怎么了？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哎呀，你看，这是死是活呀？让我过去，让我过去！你们赶紧把他抬走吧。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幸好你不是什么尾生。要是再晚来一点，没准那个灭顶的人就是我了。你没事就好，我要走。喂，头发都湿透了，会招风寒的。没事，我回去喝碗茶就好了。哎别，那边有个亭子，抹干头发再走。好。哎。来，我帮你抹干头发。不用，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行？你冒着风雨前来，如此狼狈不堪，都是我的错呀。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如何？我来此完全是因为你做事鲁莽，不顾后果，所以……那么你是心疼我了？不是的，你是我的恩公。别恩公恩公的叫，我都快成公公了。好了，我是私自逃出来的，所以我得先告辞了。哎，外面乱成一团，不会有人识破的。再多待一会儿。郑君，这些天我可想你了。你不要满口胡言，而且你想也该想那些金枝玉叶的公主才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公主。我写的曲子他们懂吗？我也不懂。可知道我最近最担心什么？担心编不出好的曲子来。才不呢！我随便写的东西他们都击节叫好。那当然了，帝王家的金鞍马还愁什么呢？我是怕有一天你当上太子妃，我就见不到你。这是不可能的，太子怎么会看上我呢？你是家人子里最讨人喜欢的。那是因为你胡乱说的，讨我喜欢罢了。我是真这么想的。所以郑君，我请你允许我再轻轻地抱你一次，就像那天那个晚上，就一下子。就算是你当上太子妃前的最后诀别吧。我是当不了太子妃的，而且萧月诗，我告诉你，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齿不忘。可是那天的事情是我迷失了本性才做了苟且之事，请你宽恕我。我现在就想好好的做一个佳人子，不辜负我母亲在天之灵对我的期盼。你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公子，难道还怕找不到倾国倾城的佳人吗？所以萧月诗，请你放过我。可怜复可笑。方振军，骗别人可以，可别连你自己都给骗了。你从心里就喜欢我，是不是？不然你怎么会负我尾生之约呢？你活得多辛苦啊，都身不由己。人生不过区区数十寒暑，待得春来秋去，你非得让自己的日子过得那么不痛快，是哪个理由？
还有一句可怜夫可笑。好了，没戏看了吧？还是萧玉厉害，我们甘拜下风啊！哼，你拿我在做赌注吗？都让你们躲得严严的。好了，这下什么好事都让你们给糟蹋。好，走吧走吧，我们喝酒去。走。萧玉，闹着玩罢了，郑钧，是他们赖着不走，愣是要赌。郑钧，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郑钧，你听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郑钧，郑钧。